一间甲东门市场做伙行过100年的产业，即马已经是传承到第4代的手中啊，嘛是2楼唯一一间还咧卖食的店。伫150年前吼，这个东门市还未起起来之前，日本时代吼，有一个头家伫遮咧卖鱼啊。卖第1代、第2代拢卖鱼啊，到第3代，开始因来做鱼浆，啊，利用这个鱼浆做真侪料理，真侪变化这个叫做鱼饼，安尼真绵真嫩啦所以因这间头家坚持用沙鱼肉来做鱼浆，伫咱这个新竹地区大大小小真侪餐厅拢爱进因的鱼浆来做无同款的料理。早起7点，就是单价上无用的时阵，趁沙鱼甲沙白鱼还未退冰的时阵，都爱甲切到好。大兄溜达的动作，无一下啊。就甲称烟的鱼肉切做一条一条。较早其实是用2种沙鱼做鱼浆的原料，但是即马对着沙鱼的品种愈来愈少，才会改用沙白鱼做代替。切好的鱼就会当制作鱼浆啊。甲别人无同款的是，单价制作鱼浆是需要用机器拍2摆。第1摆是将鱼肉拍做一条一条，再来将拍成一条一条的鱼肉拍做鱼浆。这种传统的制作方式虽然真费工，但是保证做出来鱼浆肉绵佮 Q。我就坚持咧做，因为爸爸带我去看遐食品工厂嘛，伊就甲我讲伊讲。这食品的物件添加很多迄个无必要的物件啊，伊就希望讲我对伊做甲传承，伊希望讲我有法度坚持即个食物嘛，伊就较靠近这食物，莫靠近这个加工的食品这部分。早期单价伫咧市场，上主要是干那做鱼的大卖，甲制作鱼浆，并无其他附加的食品。读餐饮科的陈老板感觉，若是干那做安尼的话，如果10年、20年了后，老师傅歹做啊，找无人来接，因就爱转道啊。所以28岁毕业了后，就决定转来接手。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是互阿嬷带大汉的，迄当阵是真正是啥物拢唔知啦，我嘛无想过讲我会开店。阮即个孙较新吼，迄阵啊读高中。都直直无爱读书，无爱读书，我直直甲伊鼓励讲，你无论安怎，你都爱读到高中毕业。安怎阮这姓陈的呐，才无爱读书啊？我足爱阮这孙子孙去做官，佮大家拢唔做官，无人家逼的，专门做生意。读餐饮科的陈老板有真侪家己的想法，伊感觉既然厝内有遮尔好的鱼浆，就爱想办法互因新的附加价值，所以伊开始研发甜不辣甲鱼丸。对一开始敢若有卖钱的甲煮的甜不辣，最后创出属于因单价独有的品牌。我是念餐饮科毕业的，我就会想讲，阮家有一个较好的鱼浆。为虾米我不爱家己做？阮朋友拄啊好伫咧做设计，我就想讲改一个方式出来，就是算是一个形象店这样子。带转来吼，讲要做，互你做，定然嘛甲舞猪舞狗，我是安尼互气甲舞猪舞狗安尼舞。到即马，煎甜不辣已经变成这间店的招牌啊！有真侪老顾客拢会倒来点甜不辣食。阿嬷20岁的时阵，就过来单家，甲阿公斗阵拍拼。阿公负责制作鱼浆，阿嬷就负责电手艺，将鱼浆卖出去。
另外我介绍这个，因叫做碰风丸啦。哦，啥叫做碰风丸？拄蒸起来时，足大粒的，看起来足碰风的。等你慢慢消去的时阵，变这形。这用鱼浆甲鸡卵落去调味的，嘛是佫是无同款的物件。哦，一个鸡卵香味。因咧做的鱼浆吼，真正足 Q 的，拢无咧加任何人工的物件，坚持就是刷鱼肉，落去拍落去做。哦，除了因的鱼浆呛以外，因佫另外做遮的餐厅料理来甲大家分享因的好食的物件，包括一碗鸭肉饭。嘛是讲因的阿嬷家己做，厝内的人家己食，食到大家反映讲一定爱卖，吼，所以讲这嘛是因的明星商品啦。鸭芳饭是阿嬷的手路菜，较早阿嬷拢会煮鸭芳饭，互厝内大大细细食，将姜丝放入去热油内底芡芳，加入鸭肉了后，将鸭肉煎甲赤赤黄。掺豆油甲米酒落去调味，最后加水盖挂，至少爱翕1点钟以上，酱汁才会吸收，鸭肉才会入味。虽然制作的过程真复杂，但是只要大家食了欢喜，阿嬷就真满足啊！我带这个有哪带甲真辛苦，即马较定着，我就较放心。伊即间若无甲我顾好哦，我唔放伊煞。讲较准，我头要甲念起来哦。到即马我34岁咯，伊嘛是逐工来店的甲我斗3工。我有对我家己讲，甲即间店顾好，继续拍拼，甲伊做甲搁较好安尼。做人孙的陈老板一直真怀念这出手路菜的滋味，将原本只有卖甜不辣的菜单特别增加这出菜。除了手艺传承，这碗鸭芳饭嘛是陈老板甲阿嬷的好感情。陈老板坚持用手工的信念，献给每一个来店用餐的人客。